光明斗2026活動推廣，5月份持場嘅主題係紫微天府。示範呢係香港命盤火鳳凰如何烈火重生。大家好，我係林麗老師。2026年第3場嘅活動呢，喺5月9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。今次個主題呢係每一個香港人都要關心嘅。本活動呢係旨在推廣光明斗喺現代命理之中嘅必要同埋改革性。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呢，已經歷29載㗎啦。本次活動呢係旨在分析香港未來20年發展嘅前景與關鍵嘅條件。呢個資訊呢對於每位香港市民呢係至關重要，有助於各位為前程預作準備啊。活動內容介紹 A. 磁場考驗，紫微天府磁場吉凶嘅重點。B. 香港50年大運嘅分析。C. 人生吉凶本末數分析與香港運勢契合嘅玄機。而 D. 2026至2029香港行好運嘅條件。香港起配嘅時間呢係用回歸嘅日子1997年7月1號子時。利用紫微斗數命盤呢係可以反映香港2個條件嘅。第一，14星嘅結構呢係代表香港人同事。第二就係香港地運嘅條件啦。第一部分 A 磁場嘅考驗，紫微天府磁場吉凶嘅重點。香港呢係紫微天府磁場12宮有星嘅，係冇空宮嘅。磁場吉凶嘅特質呢係清楚反映過去29年人事物所呈現嘅吉凶條件。因此呢，理解紫微天府磁場吉凶嘅重點呢，將有助於掌握香港趨吉避凶嘅關鍵啦。蘇文峰師傅呢去預測樓市呢已經見底㗎啦。2024至2027呢係買入樓市嘅好時機。適合自住嘅人士撈底，分段吸納優質嘅物業。亦都預計呢2028至2033年呢係會進入收成期。另一個報導呢，佢就話經濟呢會起飛，有待2028地運出現之時啊。喺活動第2部分，香港50年大運嘅分析，地運嘅條件，我哋對正下蘇師傅所講嘅年期係咪配合啊？光明斗嘅大運分析呢係有個表格嘅設計同埋一個評級嘅標準，係一個簡單嘅概念，目的係幫助大家知悉吉凶運勢起伏嘅時間性。大運嘅評級呢係由1至6，1係最好嘅，而6係最差。喺第一個大運呢係4普通嘅，而第2個大運呢係2一個好運，而第3個大運呢係5係一個差嘅運，而第4個大運呢係一個普通係傾向好嘅，而第5個大運呢係普通。我會從斗數命盤去對照剛剛發生嘅3個大運情況，而去預測未來走勢嘅可能性啊。圖表呢係香港樓價過去30年嘅走勢表現。喺活動裏邊呢，我林麗老師將運用光明斗嘅分析去闡述過去30年樓價走勢嘅表現，並預測未來20年嘅趨勢圖嘅可能性。大家估下我呢個圖我會點樣去表現出嚟啦？第3部分 C 人生吉凶本末數嘅分析與香港運勢契合嘅玄機。喺今年嘅3月，國家15.5規劃2026至2030係支持香港提升國際金融啦、航運啦、貿易中心嘅地位，建設國際創新科技嘅中心，並以北部都會區作為對接國家新質生產力嘅平台。從超級嘅聯繫人轉型為超級嘅增值人。規劃呢明確為香港定位。我林麗老師會從本末數分析香港如何理想做到超級增值人。第4部分嘅內容呢，相信係大家最關心眼前嘅境況。我會分析2026至2029香港行好運嘅條件。喺第3個大運呢將快完結啦，就係2026至2027。而嚟緊第4個大運開始就係2028、2029啦。喺2026、2027
大家都知道係赤馬紅羊年，係個火旺極之強嘅年份。喺九運加上火嘅年份，火係極重嘅。而2028、2029咧係土金年。嗱，我形容咧係非常之重火咧去生旺呢個土金嘅。喺呢個環節，我會利用光明斗去教大家點樣喺香港去行好運啦。嗱，咁精彩同埋重要嘅內容咧，敬請各位唔好錯過啦。嗱，活動係免費嘅，咁大家記得嘅日子啦，就係5月9號星期六下晝嘅2點半。嗱，認識我嘅朋友同同學咧，活動嘅 Zoom 嘅連結咧，請大家留意林麗老師 WhatsApp 群組嘅通知，亦都歡迎同學們啊對外推介咧呢個活動嘅。而新朋友咧可以經電郵報名索取活動嘅 Zoom 嘅連結。嗱，電郵地址咧就見如下啦。多謝大家，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啊！